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经济形势聊一聊这个消费。这个最近彭博社报道说，央行最近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就是4月到6月消费者在收入、就业和物价方面预期变得更加悲观，家庭消费意愿降至口罩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就是大家没有了消费意愿。这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几年前咱们是消费降级，对吧？这个淄博烧烤火起来的时候，咱们说那叫消费降级，降级时代来了。但是现在呢，不是消费降级，是消费没了。有接近2/3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增加储蓄，就业指数也跌至历史最低水平。这个彭博社报道认为说这些统计数据凸显了经济进一步衰退。报道分析认为，家庭对收入和就业的悲观情绪持续加深，意味着消费信心并未改善，显示去年年底以来零售销售业绩的成长主要归功于政府的临时性补贴政策。这也表明，在就业市场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支撑消费面临的挑战。这个我们以这个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北京1到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是北京市同比下降3.8%，就是整个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比，北京市的社零数据下降3.8%，GDP 是5.3%的增长，这反差有多大？如果你仅仅看6月份，今年的6月份比去年6月份下降7.2%，这是社零数据，这是北京就大家也不花钱了，上海也差不多如果看这个北京的分项数据6月单月餐饮收入下降3.3%，整个上半年就1到6月餐饮是下降3.6%，商品零售6月下降7.6%，上半年是下降3.8%。从这些数字你可以看出北京的这个中产或者叫市民叫节衣缩食消费进一步萎缩。那你要知道这个国补，那北京它也有补贴即便有补贴的情况下，社零数据还在下降。从这个就能看出这个形势十分严峻。高盛经济学家杨玉婷在其最新报告中评论这项调查结果说就是央行的这个调查结果，他说最新的数据描绘了一幅悲观的景象。实际上央行的最新调查结果无疑有力的佐证了野村证券日前发出的警告。野村证券的警告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我在我节目说过了，野村证券的意思就是进入下半年咱们这个经济形势就是要加速下行，也就是他说在很多方面这个消费要加剧萎缩，很多行业需求没有了。这就是这个野村证券的结论，说经济基本面可能会显著衰退，下半年需求恐将出现断崖式下跌。综合媒体报道，野村中国分析师陆挺7月9日出具报告，指尽管中概股这个 A 股和港股近期走势坚挺，也就是走高但对经济而言，这似乎又一次似曾相识。这个陆挺表示过去几年也曾观察到上半年中国市场对股市持续繁荣，经济增长回升，摆脱通缩抱持乐观预期，政策似乎起到了支持作用，主要经济活动数据呈现乐观趋势。然而到了年中，情况并未完全如预期发展。换句话说上半年好看的增长无法在下半年延续，从结构上注定是前高后低。因此陆挺认为，今年经济将与过去几年一样，也会在年中出现转折点，或者将导致下半年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这个野村证券陆挺他有一些理由来支撑他这个判断陆挺认为有5大因素。第一个就是今年5月推出新一轮紧缩措施，现已全面生效，挤压中高端餐厅的经营，并大幅削减酒类销售。预估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增速将从上半年预期的5%大幅放缓至下半年1%，拖累整体零售额增速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野村在这一块都乐观了，就是餐饮业下半年恐怕还要加速下行，也就是上半年下半年加到一起，今年全年餐饮业很有可能是负增长。为什么呢？一个是禁酒令，大家也看到这个禁酒令的威力第二个就是你看看这个所有的星级饭店基本上都在摆摊，对吧？这是今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最近网上啊，有很多餐饮从业者吐槽啊，对吧？进入这个暑期以来啊，这个餐饮业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那第二个方面因素呢，说过去一年力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措施，对零售额的拉动也将放缓，预计对零售额增长贡献将从上半年0.9个百分点降至下半年0.4个百分点。这种刺激啊，越往后啊，它的效果就越差。也就是该买的都买了，你再刺激，尤其家电这种东西，它不是快消品啊，那玩意一买至少光5-6年，对吧？长的10几年。第三个说，近期推出各项去产能，尤其是在绿色能源领域，这个行动啊，有关产业近日纷纷进行减产或者反内卷行动，预估短期将影响原物料需求下降和投资下滑，不利下半年经济增长。第四个，为规避美国关税，上半年部分中国企业抢出口，导致下半年出口透支效应显现，也就是把下半年要出口的上半年都出完了，那你下半年基本上这个出口这一块不会有太好的表现，除非你把明年的，对吧？下半年出了，下半年抢明年的出口。第五个就是房地产行业深陷困境，近期销售量和价格下滑趋势加剧，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持续下滑，对中国内需形成较大的拖累。那这个陆挺啊，野村证券这个报告是7月9号的，它反映的是7月之前的。那现在已经8月份了啊，这7月份的房地产数字大家也看到了，7月份是加速下行，对吧？无论是二手房还是新房，也就是说这个现象比这个野村证券分析的还要严重啊。鉴于上述负面因素影响，陆挺预估中国下半年 GDP 增速将从上半年的5.1%左右降至4%。如果要比陆挺这个还悲观的话，那恐怕40%都达不到。我们很多人呢都在纳闷，就是我们的体感跟这个有关部门公布的这些数字啊，还是偏差比较大。也就是你看啊，上半年经济数据出台，这个 GDP 是5.3%的增长，这个增长啊，平心而论，在全世界这个经济体中啊，那都是很亮眼的啊。那按理来说，你5.3%的增长，那每个人呢不会像现在这么焦虑，大家应该日子过得还可以。但很多老百姓呢，普遍感觉很凉。其实呢，这就是啊，大前研一说到的 M 型社会到来。什么叫 M 型社会呢？也就是说啊，这个大前研一他认为啊 ，M 型社会就是工资不涨了，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两头高中间低。什么叫两头高呢？就是高收入群体啊占比不动，低收入群体的占比也不动了，这两头固定了。只有这个中产阶级啊，就中间的跌入谷底，就是他们的收入啊在逐渐的减少，也就是经济不管多差，那个有钱人呢，他基本上影响不大。那最穷的一部分人呢，就是底层呢，那影响也不大，他反正他就是3000一个月或者4000一个月，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中产。所以我们就能感觉到啊，这几年啊，为什么消费是越来越不行了，就是因为原来的社会的消费主力啊是中产，但是中产呢收入在下降，没有资产性收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中产啊，它的收入分两块，一个是资产性收入，一个是劳动性收入。这个资产性收入啊，比如说房子，那比如说你买的股票，甚至有的人买的比特币啊，或者买的黄金，或者买的什么一级市场的股权，对吧？你跟一个同学啊，你们俩合伙开了一个餐馆，你占40%的股份，占30%的股份等等，就类似这种，这个叫财产性收入或者资产性收入啊，它应该是高增值的。还有一块就是你的工资收入，所谓的中产啊，他一般的工资收入的还可以，对吧？一个月2万，或者是这个大厂里面当个码农，好的当个总监，那这个妥妥的都是中产。从这个2000年到2020年，就这20年间呢，我们的这个 M2 的增速啊10几倍。我们简单的理解啊，这个 M2 就对应的是央行的货币嘛，发的货币啊，那货币发了13倍，这20年里面，如果你啊，你的资产没有涨13倍，那相比较而言，就是你吃亏了。一线城市呢，基本上都做到了。比如说啊，你所谓的中产，一线城市的中产，实际上就是买了一套房，然后有个稳定的工作啊，一个月收入1-2万以上啊，那你越多呢越好啊，这就是中产了。因为你那房子恐怕至少值500-600万，或者700-800万，或者1000万，妥妥的中产啊。一线城市啊，以北京、上海、深圳这20年里面，房子涨了10几倍，这个没问题啊。所以说你在一线城市，你要买了房，这20年里面，就是在20年前啊，你买了房，那你跟这个 M2 相比，你没有吃亏。但是啊，你3、4线城市，你这个房价跟20年前比，没有涨到10几倍，你只涨了2倍，对吧？3倍。那相比较而言，这3、4线
线城市的这些人，你还是吃亏了，你就是买了房也吃亏，也就是你在财产性收入这一块，对吧？你已经输给一线城市，大家都是买一套房刚需，或者是大家买2套房改善，都是被逼的嘛。结果你的房子买在这个4线城市，人家房子买在上海，你20年下来没有长进，这房子没有什么变化不大，涨2倍，人家在上海涨了20倍。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你努力的问题，而是个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就选择了在上海吃苦，就好比你坐上了龙头，虽然很累，但是你说这种资产的升值都不是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你努力的结果，是整个上海它在涨，对吧？这不是选择的问题吗？所以你看啊，你看看你的高中同学或者初中同学，还有很多在老家在小县城的，你如果跑到深圳去了，这20年下来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哎，这就是叫财产性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啊，他搞一辈子他都不富的原因。农民他没有财产性收入啊，农民辛辛苦苦的赚点钱，回家盖个房子，那房子只能住，只有住的功能，没有金融属性，所以花50万盖个房子，那50万只会贬值折旧啊，对吧？农民盖的房子没有金融属性啊，只有住的属性，所以农民总是不富啊，他没有财产性收入，他的收入就是靠出卖自己这个8小时或者16小时。好，说了半天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 GDP 5.3，然后我们每个人感受不到呢？或者很多人感受不到啊，压力还是大。这个 GDP 实际上分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我们 GDP 5.3，但是我们实际 GDP 恐怕只有3%左右，很多行业啊并没有涨，因为实际这个 GDP 没有增长那么快，都是在慢增长或者叫缓增长。比如说你要是在房地产行业，那恐怕还是在萎缩呢，不仅没有增长啊，看你在哪个行业。总体上咱们现在是个存量经济这么一个时代，在存量经济这么个时代啊，那就内卷加剧，竞争就更加激烈，因为蛋糕就这么大，蛋糕还要萎缩，所以说啊，给你涨工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对吧？你能保住工作就不错。实际上企业啊都在降本增效，你看看新能源汽车，对吧？卷成什么样了？等到那个汽车的成本呢卷不动了，他就开始卷人工成本，要不然这车卖不出去啊，他的车都越来越便宜啊，对吧？那个新能源汽车不光是原材料，还有这个零部件的成本，它还有就是这个人工成本呢都得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你工资涨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不降你工资就不错了，对吧？如果这个时候还期望涨工资啊，那就相当于逆天改命，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是在一个增量市场的时候，那天天都有机会。在2010年前后，甚至2000几年，那真的是像王健林说的一样，叫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啊，确实有这么一个红利，也就是只要你敢干，对吧？你敢借钱，你敢加杠杆，你容易成功，有成功的机会。比如你加杠杆买房，对吧？有人就买2套3套，是吧？那个时候你什么清华北大没有胆子大，对吧？你要敢买5套房。我在以前节目举过一个例子啊，那大概是在2008年09年那个样子。我们有个朋友啊，那个时候好像北京也限购了啊，不叫限购啊，就是你买房子你还没有限购啊，你买房子需要有那个收入证明。然后我就认识有个朋友啊，就让我们帮他开收入证明。给谁开呢？给他爸，给他妈，给他岳父。当时我们就很纳闷，我说你开这么多收入证明干啥？他说我买房啊。我说你买这么多房子干啥？你神经病啊！都是贷款呐，对吧？以他爸的名义买一套，以他妈的名义买一套，以他岳父的名义又买一套，买了多少套啊？事实证明啊，还是人家有眼光，加杠杆买房，对吧？实现财富自由，就是他赌对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啊，对吧？现在可以说你是干得多赔得多，哎，现在要躺平，对吧？你越折腾，你赔得越快，沉得越快，哎，就这么一个社会。那现在我们传统的资产在缩水，这财产收入不仅不涨，还要缩水，工资也在缩水。大家也知道啊，我们70%的资产在房子上面，那房子在不停的缩水啊，对吧？这个我们房地产好像将近，以前我就最多的时候650万亿，现在恐怕就是400万亿。你看就缩水缩的嘛。这个钱啊，东北证券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啊，他不说了吗？正因为这个房产在缩水，所以说本来啊每天喝这个星巴克的改喝什么瑞幸还是什么咖啡啊，然后8块钱还买一杯送一杯的，那就是消费降级啊。所以这个大前研一啊，他说这个 M 型社会已经来临。 M 型社会就是中间这个中产要跌到谷底，穷人和富人没什么变化，就是比例也没变化，但是我们以前老说伪中产啊，因为这些中产是最不稳定的，对吧？在大厂的工作保住了，他就是中产；大厂的工作只要没保住，马上就返贫，那不就是伪中产吗？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M2，对吧？我们现在 M2是300多万亿，330万亿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担心啊，这央妈印钱印的太多，会不会出现通胀？这过去20年啊，如果说通胀，那就涨在房子上面，房子涨了，对吧？其他的没怎么涨，应该这么理解吧？所以有很多这个房吹啊，他们认为这个未来房子还得通胀，因为你拿什么来接这个央妈印的这么多钞票？所以他们就很直观的、比较简单的认为 M2 涨了，那你这个房价就得涨，这叫通胀。你要不买房子，你就亏了。实际上这个叫刻舟求剑。为什么这么说啊？实际上 M2 呀，它也是结构性的，你不能看到 M2 这个数字啊，330万亿，那后面还要涨，对吧？到时候400万亿，你这房价能不涨吗？错了啊，对吧？你看，从恒大2021年暴雷开始到现在4年过去了，这个 M2 也涨了不少，但是房价涨了吗？房价还在下跌啊，所以不能简单的说 M2 啊300多万亿现在还在印，以后未来这个房价还在涨，这个叫通胀。很多人就担心我手上钱贬值，是这样的吧？实际上啊 ，M2 这东西啊要分开看，就是 M2 增长的部分是在哪儿？它是个结构性东西。M2 什么意思呢？我解释一下啊，这个 M1 啊就是流通中的现金，流通中的现金指什么东西呢？这就指你手上的现金。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的活期存款，对吧？你手中的现金指什么呢？就是你手上的票子啊，还有这什么支付宝、微信里面的钱，那都是现金，再加上活期存款，这个就是 M1。那 M2 是什么东西呢？ M2 是 M1 加这个叫定期存款或者叫储蓄存款。这个定期存款有个人的、居民部门的，也有政府的、企业的，反正是只要是定期存款，也就是 M2 比 M1 多了一个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现在 M2 300多万亿多在哪儿呀？多在存款这个多了。M1 并没有多，就是每个人手上的零钱、活钱并没有增加，而储蓄在增加。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一挣点钱啊，你看咱们网上不是好多流行的这个，我这月工资3000，我这一年能存2万，对吧？这种各种视频，对吧？我这工作6年已经存了30万了，这种是非常多吧？这教你怎么存钱。我这工资3000一发，我就留1000块钱花，剩下2000马上存银行，对吧？这个是对牛马来说都这么干。他这活钱就那1000，那2000就变成储蓄存款，其他人更这么干，企业也这么干。所以你看啊，咱们这个居民存款，也就是这个存款呢，是吧？130万亿、150万亿，是这样的吧？有专家说我们把存款里面的几%拿出来买房子，这个房价就稳住了。首先搞清楚为什么韭菜玩命的存钱，对吧？恒大一暴雷，咱们就建议是吧？存工行。这里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就是预期，就是大家预期是叫通缩啊，就未来资产都在缩水，资产缩水，那我买什么资产都会吃亏，那我只能存款，对吧？现金钱是值钱的。第二个就是收入，就是刚才说工资性收入，大家都面临着失业，面临着降薪、裁员，没有安全感，你不存钱，你被裁掉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存钱。企业跟我们是一样的啊，企业手上有钱的，本来这些钱他要么发工资，要么投资，但是现在一看，对吧？企业也把这钱存银行去了，也不投资了，也不敢理财，他一买理财他就人家，对吧？他盯着人家的利息，人家盯着他的本金，所以都老老实实存工行。这就导致什么？导致存款急剧增加，存款急剧增加导致 M2 在增加，这个导致 M2 这个增加它不健康。这种 M2 的增加，它经济是不活跃的，因为它增加的都是就是存款嘛，大家把钱往银行一放，你银行处理吧，反正我是不投资，银行往哪儿投资啊？也没人去银行借，这不就是说明经济低迷吗？经济活动叫经济熄火。反而如果那个就是零钱多了，或者活期存款多了，或者叫什么现金多了，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消费比较火热，大家口袋里揣着钱，随时准备花钱，对吧？你的微信零钱里面，你的支付宝零钱里面，你的这个手上现金，那都是随时花的，随时要出去消费的。这个钱如果越多，是不是意味着消费越强？但是这块钱没有多啊，多的是存款。你存款就说明你至少3年以内你就没打算花这钱，对吧？一存不是存3年吗？也得存5年，5年之内都不打算花这钱，这都是大头啊，不打算花，那就说明这个经济，对吧？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低迷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GDP 5.3%，但是我们每个人一点都不轻松的原因。我们倒不是说这个5.3这个数字可疑这数字其实没什么可疑的。为什么呢？我们在以前节目说的，这个5.3它是可以通过投资，对吧？基建修一个大桥，修一个水电站，
哎，它这个 GDP 就能到啊，钱投下去了，产生的就是 GDP 嘛。但是现在你这个基建大工程投资跟牛马跟韭菜关系不大，没有直接关系啊。过去啊，你这个一个大的工程投下去，你会带动多少就业，对吧？至少农民工要增加多少？一个农民工一天300块，你能解决多少农民工的这个生活就业，对吧？他们要供他的孩子上大学。但是现在呢，现在有这个叫机械化，你一个大的工程投下去，你要不了那么多农民工啊，对不对？你要不了那么多工人，你解决不了那么多就业，但是钱投下去了 ，GDP 是有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GDP 上去了，但是我们好像工作越来越难找，对吧？农民工本来是在工地上一天300块的，现在被迫啊去送外卖，不就这件事吗？所以说的比较多啊，有点零碎，就是我们结合这个野村证券这个陆挺它的研报，包括这个央行的这个调查问卷，就是对未来这个消费啊更没有信心嘛，所以我们判断啊，这下半年恐怕日子更难过啊。也就是说，很多海外的机构，包括野村在内，他们也还是寄希望政策。也就是政府在宏观的叫宽松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经济能稳住啊。他总是希望啊出台什么救市措施，但是每一次即便按照这些机构设想的出台了有力度的措施，但最终效果都很差，或者就没有达到预期。为什么呢？对吧？这么多年一直过来了啊，一直在救，原因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吧？你 GDP 可以拉到6%都可以，但是那是少数人得益啊，对吧？婆罗门、权贵得到更多的好处，普通牛马所谓的伪中产他是得不到好处的，对吧？这一伪中产继续滑落啊，继续返贫，伪中产继续返贫，你消费就起不来。伪中产继续返贫，你房子就卖不掉啊，接下来车子也卖不掉，接下来就是各行各业都要过剩，对吧？一过剩，你要去产能，你不去产能，内卷就加剧，要反内卷，这就是恶性循环。所以这个野村就说了啊，下半年啊断崖式下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